是讲回文，我嘛是你讲捡台语文教基金会，伫遮食头路的工作人员。了我本人嘛是读台语系出业了头大分数出业的一个学生安尼。啊，我今仔日主持即个题目是我有着过一寡台语的文学奖啦安尼，所以今仔日我有准备我题目和大家讨论安尼。今仔日我就邀请老先贤老师，伊是清华，以后就是啊，伊讲伊毋是老师，我讲以后就是啊，清华大学语言所博士班出业，啊嘛是台湾通讯广播的编辑安尼。所以可能来遮的人拢看过阮的杂志啦，所以阮伫工会上嘛有处理。就是收到一寡作品安尼，所以常常看到真侪人看有对台语有兴趣的时阵，伊嘛会看到阮做欢喜，就会譬如讲甲阮讨论一寡台语的问题。因为我较算是迄种亚乡对白迄型的，譬如讲以前伫学校老师教啥物，阮着教安尼，所以我较无去想讲这我无爱学，迄我无爱学。毋过伫即个台语即个路途中间，你定定拄着足侪人，伊会有伊的坚持。即个时阵你就会感觉讲，其实我拢是会甲听啦。我有时阵伫办公室嘛接到电话啊，伊会特别敲电话来甲我讲，伊即世人已经研究一套偌久安尼。即种人足侪，我嘛是做，就是配合即种。开这个时间伫咧研究台语的人，我想大家对台语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心，也是目标。毋过是安怎，咱就是拢无法度行伫同一条路安尼，来变做咱的力量拢分散去。即马网络做者较侪少年人，可能嘛是定定会甲人批评讲台语遐侪套，伊若要学，到底要经倒一套。所以其实算是大家拢有做者疑问的。所以我就甲先贤，就甲考试，我甲出几条题目，互伊今仔日来向大家分享，看伊安怎看即几个问题安尼。所以即马时间就留互老先贤甲咱讲今仔日的题目安尼。亲像迄个会文拄仔讲的啊，就是其实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对家己母语拢有一个想象，就是你心目中台语安怎写，是讲台语的未来是安怎，想法拢无共。我其实今仔日的角色较亲像是我是杂志的文字编辑，阮对台语文的想象应该是安怎样的？这是我要甲恁分享。所以今仔日虽然这个题目叫做台语安怎写较会通，伊的角度较毋是咧。一般人，较毋是对一般人啦，因为一般人就是可能问个问题讲，台语安怎写才会通？啥物是台语？就是问这嘛。台语敢无法度写，就是问这嘛，对无？这毋是咱今仔日的目的，咱今仔日主要要诉求的对象是有伫想要写台语，而且伊有想要甲台湾通讯网报共款。将这个语言加做一个文学的语言、艺术的语言，也是一个科学的语言。即款人，才是阮今仔日诉求的对象。其他迄落较一般人会问的问题，除非时间有够，咱才会去看。今仔日咱主要是想要对咱的作者甲有可能加做阮的作者的遮人来做一寡沟通。所以。伫咧等下讲的过程中，嘛毋是干那我讲我的想法尔，我嘛是会请教各位的想法，做一寡讨论。话文嘛随时会当插话，就是甲我问插长，问一寡问题啥，可能我讲了无清楚。所以我搁讲一遍就是咱今日的目的，毋是要讲一寡足普通的问题，讲啥物是台语，台语敢无法度写，台语敢无文字，这个问题，迄是一般人在问的问题。咱今仔日要诉求的对象是已经。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无啥物大问题咱要补充一寡资讯，要靠恁做伙，甲阮有共款的
想象对家己的想象，啊透过这个杂志的出版，还是其他的出版品的出版，来追求一个共同对家己的想象，这才是咱今仔日的迄个主要诉求对象吼。所以一切就是对这几个问题开始的，所以我你敢要讲啥？哦，好，这8条题目是我甲先下出的啦。啊，大项第一是按，就是先现伊等一个回答，无一定是甲我迄当阵设想的共款。啊，毋过，但是啥物咱就是大家当讨论。啊，毋过，比如讲第一条是安怎爱，我先介绍者是安怎爱写台语。其实就是像先现讲的，咱今仔日会来的人，其实对台语拢已经应该大家拢知影台语会当写，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就是安怎爱写台语。其实因为我拄着足侪人吼，因为我是有参加过，就是有在写台语的人嘛，啊，所以我常常拄着足侪迄个前辈就甲我讲，这字爱用倒一字，这字爱用倒一字。啊，毋过你也知影文思泉涌的时阵，你其实无时间想你要写倒一字，你就是爱赶紧写来，无你迄等者你迄个随都无去啊。所以你搁咧溪考讲倒一字的时阵，其实我感觉伊可能就是无一定有做真侪创作的作品出来，所以就是我感觉有时阵咱逐个做甲会足受气的。啊，毋过有可能伊的目标甲你的目标无共款，比如讲。我是想要写出作品，还是写出我的心情的人。啊，毋过其实伊是较重视讲到底倒一字才对。啊，所以我就甲先来出一个是安怎爱写台语，就是你要写的台语，甲我要写的台语敢有共款。若是咱的目标无共款，咱搁玩100档，咱嘛是无一定会当有共款的目标嘛。安尼咱是要先看第一个问题，还是？好啊，你就带先。所以对一个台文杂志的文字编辑的角度出发啊，若是要讲是安怎爱写台语啊，其实我袂先去回答遐基本的问题，讲啊是安怎无爱写对无？咱一定，咱咧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回问讲的，咱应该是问讲啊写台语的目的是啥？对无？写台语的目的是啥？我相信恁虽然拢应该有一个答案嘛，啊，甚至迄个答案甚至比我更较好啦吼。我想得到就是这啦，就是讲语言是文化甲认同的基底啦吼。所以我等下讲了后，这会问有无共款的意见，在场人有无共款的意见才讲啦吼。比如讲写台语是因为台语是咱的族群语言，是上有台湾代表性的语言。写台语是希望台语会当延续传承，写台语希望台语会当成做普遍级的生活语言，逐行业的专业语言，教学语言也是文学甲艺术的语言。这是上无对一个台语文学杂志的编辑来讲，伊对台语的想象是安尼。啊，有个人可能毋是啊，讲台语就是我的想象就是，大家咧厝里教啊，逐家拢会晓讲，安尼就好啊，对无？啊，有人可能想讲。台语就是迄平常时啊，菜市啊会当用做好，囡仔甲爸爸妈妈会当用做好。但是我反对台语做教室内底教学语言，可能有人咧想，但是阮的想象可能无共吼。阮对台语书写台语即件代志的想象是全面性吼。希望讲台语即个语言吼，也是讲台湾逐个族群的语言，伫逐个领域内底拢有伊使用的空间吼。毋是讲因为伊是台语。所以伊的使用就受到限制，所以回文到有要补充啥？好，安尼咱就倒边来讲好啦。即摆咱就讲一寡回答一寡普通人可能会反对的意见吼，就是拄则咱讲的迄个理由，敢若足高尚嘛，语言是文化甲认同的基底。咱翻倒头来问讲，是安怎无爱写台语吼？啊，咱一般也听到一寡较粗浅的反对意见。我想会到上大项上无这4项啦吼。第一项就是一般人会问啦吼，台语都无字啊，无法度写，即条咱想过简单啊，对在场的人拢想过简单啊，所以咱后壁有时间才讲的。因为我相信在场的人拢知影台语当然有字啊，啊有字是啥，咱有时间才讲吼。咱来看后壁这3条，第一条讲写了后无人看有啊，是咧写心酸的呢。第3条讲。大家拢写中文就好啊，写台语要带吼。第4条讲，
台语腔口较济啊，毋知要紧倒一款来写。咱来看即几条有啥物款的迄落。就继续讲嘛吼，你随时甲我拍电话紧啦吼。写了嘛无人看有吼，即个问题吼，我当初咧想的时阵啊，我就想着讲，敢有影遐大作家东元册咧创作的时阵，足侪人咧看，我就去找资料吼。结果我相信这数字你想都毋捌想过吼。1949年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阵吼，中国人还有偌济人毋捌字，你敢要知？迄个时阵还有80%的中国人毋捌字哦。但是你敢知影？中国所有有现代文学意义的第一篇小说，中文的小说，一般拢讲是1918年鲁迅出版的嘛。吼，第一篇代表作《狂人日记》啊。吼，所以你想看卖，1918年讲中国的新文学诞生了，但是经过30年了后，还有80%的中国人毋捌字。鲁迅是咧写心酸的哦，中国新文学是咧写心酸的哦。第二个问题吼，好，英国吼就是英格兰吼，查甫人吼捌字的比例，伫咧西元1500年的时阵是10%，西元1714年的时阵还有25%哦吼。这是查甫人的统计哦，所以你想，查某人若搁教落了后，考了搁较薄，因为迄时阵教育嘛是无平权嘛。一般若受教育，查甫较济，查某较少嘛。所以，咱若咱想象讲，伫 Shakespeare， 伊咧在诗写遐最伟大的作品的时阵，伊去外口讲，我创作 Hamlet 哈姆雷特出来啊，我伊摕出外口，找10个人，恐惊8个人读无伊咧写啥。但是伊敢有咧写，伊写就认真的啊，而且留到即马拢变经典，对无？意大利的但吼，华语叫做但丁啦吼，伊出版即个新曲的时候，是14、15世纪的时阵，规个意大利的人根据统计，迄个时阵，还无10%的人有法度读伊写迄个意大利文，但是伊敢有创作，嘛创作出来，即马嘛是经典啦吼。所以我意思就是讲，咱往往有一种错误想象讲，我即马写这台文，就无人看有，我是咧写心酸的哦。但是是安怎写的真正？有心要写作，有心要做文学创作，甚至是开创性的创作的人，因当然册拢无即个问题，但才有即个问题。哦，伊是写出来了后摕出去，10个人找无1个人、2个人看有，敢有较输咱即马写台文的人？我相信你若是即马有伫咧 Facebook 的人哦，你要找着看有你写台文的人，会比当然册 Shakespeare 写好，要去找人较简单啦。伊是有咱可能爱去找。敢有受过教育的贵族，安尼才有可能看有咧写啥，对吧？吼，所以第二个问题，咱反倒头想啦吼，大准你写华语好啊啦，你敢有确定有足侪人想要读？对啊，所以我毋知影上怎有即种问题讲啊，写即台语也无人看有啊，谁哪要写台文？哦啊，人都无等甲大多数人看有才写。你是但丁，还是你是莎士比亚，还是你是鲁迅？哦，你的信心既然较输因，啊，你甚至有一种错误误解讲，我写华语都有足侪人要读，这想法实在太奇怪。你敢是白先勇，还是你写了足侪人想要读？吼，所以写台文无较输啊。哦，你今仔日写，你可能就是但丁是 Shakespeare， 你可能就是台湾鲁迅对无？但是你写华语，你只不过是2300万人内底写作的其中一个人尔，啥人会了的，对嘛？吼，这是我为大家讲的第一个问题啦。写了嘛无人看有，啊人遮的伟大作家就无安尼想，啊咱是几分的老师，咱做安尼就想法吼。好，所以我的想法就对第一个问题分享真简单啦吼。咱拢毋是毋是总统，嘛毋是上帝吼。咱毋免写甲全国的人拢看有啦吼。事实上，你用华语写嘛，无一定全国的人拢看有啦吼。我相信足侪人吼，有读着华语的文学作品，可能10个人内底嘛有5个人看无啦。捌字啊读无的人嘛足侪啊，对吧吼？咱嘛毋免写甲全世界人拢看有啦吼。有个人讲英语即马是世界的语言，我写英语足侪人看有，敢有影？你若去过日本，去过韩国，去过欧洲，你就袂有即种错误印象，讲我写英语全世界拢看有，无影啦吼。全世界确实英语上好用，但是英语嘛毋是全世界通用啦吼。
吼。所以咱做一个创作者，应该是咱的对象应该是写互对咱的创作有兴趣的人看，写互遐真甲担拢是安尼吼，因为真甲担拢是安尼啊，不管是中国鲁迅、英国的 Shakespeare、意大利的但丁，因咧写的时阵外口拢10个人，找无3个人、2个人看有，伊就甲写落啊，而且伊写出经典的物件。当做是你想讲，我即摆要用大家拢看有语言写，无必然外口的人就是要看，对吧？这就是我第一个问题回答，我回答我强势。好，这是外口人可能问第二个问题啦，讲啊，大家拢写中文就好，啊，啥硬要写台语啦，吼，这个问题吼。啊，咱过去甲问题撒到迄个更较极端好啊。你讲中文，足侪人用，咱写中文就好。啊，你毋是拢讲要国际化，啊，英语毋是拢讲是国际语言，啊，那无啊，大家过去写英语就好。啊，就这支持中文的人就会跳出来讲，无喏，这英语离咱足远的吼，真二 D 会当表达咱的生活甲思想。啊，无就讲哦，语言啊，毋是干那安尼啦，语言啊，甲咱的文化甲认同有关系，所以咱莫写英语，咱写中文就好。但是因安尼求倒转来时阵，咱袂是想讲，你若是真正要以语言甲文化甲认同的连接，安尼咱无爱规去用上界在地语言来书写咱的生活甲思想，对无？咱若是安尼，咱无爱用上界台湾的文化甲认同的语言来书写，所以颠倒爱过一言配讲，咱用中文来书写，对无？因反对英语的理由，完全会当来支持咱使用台语的理由啊，对无？因讲啊，因为咧台语就是较少人看有啊，咱用中文，啊你若无用英语，英语都毋是咱的语言啊，英语离咱的土地甲文化相远，无法度甲人民有互动。安尼是安怎你袂想讲台语才是甲土地、甲人民、甲认同上甲搭瓦的语言？所以这个理由其实我感觉嘛是同款的意思啦吼。好，我阁提供大家阁较侪资料啦吼，就是安怎无爱写中文吼。咱即摆若看报纸、看杂志吼，足侪人咧讲啥？都讲华语热对无？讲哦，迄个美国大学嘛开中文课，欧洲东澳大学嘛开中文课吼。即摆中国已经站起来了吼，中文很重要，大家都在学中文吼。啊，所以中国即摆伫咧亚洲、伫咧全世界，敢若真笑着嘛吼。连迄个 Trump 诶查某孙嘛在讲中文嘛，敢若中文足伟大。但是恁拢知影韩流对无？恁敢知影规个世界？即全世界讲韩语做母语的人口，拢总才7600万，占全世界的人口偌济？才1.3%呢。意思就是讲，全世界61人内底，每100个人找无2个人会晓讲韩语。哦，安尼韩国人若是有咱台湾人会想讲，哇，即摆亚洲、中国已经蒲头啊，全世界拢咧学中文啊。咱韩国人才占1.3%。咱莫阁用韩文，咱莫阁讲韩语啊！咱来学中文，咱伫咧亚洲啊，对伫咧中国后壁，咱来写中文、学中文就好啊。但是亚洲韩国人敢有安尼？因无改用中文，因颠倒继续用韩语，嘛无讲咱拢用英语就好啊。而且伊用即个全世界人口才1.3%做母语的语言创作韩流，韩流甲全世界甚至有一个音乐类型叫 K-pop。连你用迄个网络 Spotify， 都有一个 label 叫 K-pop， 啊，即个语言则安尼一撮撮仔人在用啊，人遐有志气，咱拢无。人讲台语讲的人较少，中文较侪人讲啊，英语较侪人讲啊，无怪咱输韩国人输忝忝，就是输伫咧即个态度嘛，对无？敢毋是？恁看人口，恁看人创造即个物件，对无？好，甚至恁讲台湾台语的人口伤过少，恁敢知影？罗马尼亚语拢总才2400万人，比台湾加100万人。荷兰有强无？荷兰是西欧遮尔啊重要国家，真正讲荷兰语的人才2100万呢，比台湾人的人口较少呢。希腊语古典的语言、经典的语言，母语人才1200万呢。则台湾的一半的人口呢，希腊人敢有讲？希腊语无人要讲啊，像1200万人，咱即马开始拢讲英语就好啊，无呢，咱继续都用希腊语，对无 ？Chesco 吼，确实捷克语啦，捷克语这1000万人呢，甚至瑞典语，北欧迄几个国家人拢讲是世界上较幸福的国度，瑞典、挪威、丹麦、
这个国家的人口少到安尼啊，随便去才900万人。人讲毋讲，咱为着要继续做世界上上界幸福国家，咱啊放弃家己的语言，咱啊国际化，全部改用英语来写作、来书写来做咱的语言，无呢？所以是安怎？咱有一寡台湾人遐尔啊无志气，我想袂晓诶，对无？恁真足想看卖这数字。讲实在，咱的客语人口可能拢比这人数济都有，对无？啊，结果讲台语的人讲，啊台语无人看，有台语无人写，台语占世界的人口伤过少啊，无怪咱就是拢家己看无咱家己。我感觉是一个心态啦，是安怎先现咱开遐尔济时间，甲咱解说讲写台语。就是你免惊，你就甲写落就是啊。为虾米咱需要开遐侪精神？比如讲，咱若是明仔载开始台北的路牌全部拢改写，罗马字拢改台语拢写落，我感觉就是一定会有人出来反对啦。啊，毋过是安怎咱？我感觉即摆已经较好啊，像古早敢若反对的人会愈侪。譬如讲，有时阵咱知影有一寡人，伊是存在伫世界无，譬如讲哦，迄派的人伊就是安怎想。其实咱袂去下面冤家，咱就知影伊就是伫遐。啊，毋过有时阵写台语受着人的攻击，所以即摆你需要用足侪时间甲别人说服。对，说服讲，阮是会当写台语，但是为虾米咱就是爱开遐侪开来解说安尼？对，就是其实这个资讯就是上无大家。伫咧拄着反对你的人的时阵，你会当讲啊，看过去，看即摆，你讲的都拢毋对啊。啊，所以我有即种坚持要写台语的态度，看过去，看即摆，啊，我拢是对的啊，我毋知影是安怎无应该写台语对。所以放弃在地语言，佮讲啊，语言就是沟通的工具尔啊。恁家去甲韩国人讲啊，甲瑞典人讲啊，甲荷兰人讲啊，看你会互因笑无？一定互因笑。人数比咱讲台语的人口更较少，但是伊若无放弃家己的语言，伊甚至用家己的语言创造世界上拢对因的语言，因为迄个流行文化、因的戏剧、因的流行歌，对吧？啊，台语敢有即款的想法对吼？好，啊，上尾一项就是讲台语的腔口较济，啊，毋知要去倒一款来写啦吼。即个照口是上届欠袂知，所以咱简单讲就好啊。英语的腔口有够济啊，英语敢无法度写？恁若是捌去过 New Zealand， 去过 Australia， 去过英国，去过美国，还是去过印度？哦，我听印度人英语拢定定听无，啊，毋过人拢写共款的英语咯。安尼，若照讲腔口足济就无法度写，安尼英语应该是上界恶写。即摆英语应该是无法度写才对，所以我相信无即个问题嘛，就是讲无共的腔口是逐款语言拢有诶嘛，这毋是理由嘛。甚至咱若是用罗马字来写诶时阵，恁硬要表现无共款的腔口，迄是有可能诶啊吼。啊，台语书写明明已经标准化，一般书写拢采取由细腔，就是用英语共款的标准化，对无？安尼腔口应该又是问题啦吼，就是安尼。这就是我大概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嘛，就是讲是安怎爱写台语？因为语言甲文化甲认同是合做伙。你讲的人写的人足少，过去的作家都是安尼想，对无？啊，你讲的人甲写的人足少，韩国人、荷兰人数拢比咱较少，难道无安尼想？难得到甲迄因的语言用啊足请赢的，所以这拢毋是理由啊！我回应一下。对啊，啊，今仔日咱来的人应该较无头前的问题，因为咱即摆拢已经会晓写嘛，无去反对讲写台语这代志了。搁来就是会拄着一个啥物代志咧，就是我去甲伊出是安怎爱我手写我口，就是伫台语文界咧做重视，即个是安怎爱我手写我口。有时阵你收到一个作品，你看到一个作品的时阵，这个作品敢若是会当用看的呢，敢若念袂出来呢，伊念出来台语敢若怪怪的，所以我就要甲先生问讲，是安怎爱我手写我口？比如讲像香港讲广东话，毋过伊的书面语用华文的书面语，就是安尼，是安怎台语文界人无爱接受？所以拄则迄是提供，迄其实是提供大家迄个小册本啊吼。若是写台语有人讲啊，你写迄无效，无人看有无必要的时阵，上无你有一寡数字，有一寡证据。支持家己的迄个信心，啊嘛上无会当摕去踢人的喙吼，人就无法度讲甲较大声啦吼。啊，即个部分是其实啥物？即个部分其实就是完全
转来到做一个杂志的文字编辑，吼，阮常常收一寡稿，就像绘本讲的吼，毋知恁在座人有捌互阮退稿过无吼？虽然讲阮退稿比例无足悬，毋过确实有时阵啊，阮甲退稿啊，互退稿的人就足毋甘愿啊，讲我已经写甲认真啊，你搁我退稿，啊写人才少啊，啊无你是咧晓袂啥？所以我才会写做讲是安怎啊？我写台语吼，袂顶台语人的音吼。台语人毋是讲阮啦，阮是编辑啊，阮是徛伫一个讲，阮若是甲即个稿安尼刊出来的时阵，人家嘛来抗议讲，你敢是台湾杂志，你若刊这无像台语对无？所以安怎台语写出来才会顶人的意，就是话文问的问题啦，吼是安怎我手写我口啦，吼。好，所以咱个先来讲一寡观念上的问题啊，因为我感觉有一寡人吼，伊的稿件寄过来了后，阮看有，毋过阮感觉迄毋是台文，迄毋是台语，其实是有一寡原因的吼。迄毋是因为因挑工的，迄是因为伫咱的头壳内有一寡对语言生本有的误解。啊，即种误解是咱生活伫咧东亚汉字文化圈的背景下骹的一款误解啦吼，就是咱的误解讲，咱只要是写汉字。甲迄个汉字读做迄个语言的发音，迄个发音就是迄个语言。所以有一寡人讲，好啊，咱会使写华语啊，读做台语的汉字的发音嘛，就是台文啊。像讲迄个陈方明就安尼讲嘛吼。虽然陈方明是台文所的所长，足出名的大教授，但是即句话是毋对的吼。伊是台湾文学的专家，但是伊对台语文学无了解，所以讲毋对。咱等下就举证据来反驳伊啦。我毋是讲伊毋对就毋对，安尼无意思啦吼。所以，若是有即款想法，人讲写文言、写华语、读做台语的汉字音，就是台文的人吼。伊的意思是讲，台语只不过是汉字的另外一款的发音尔，发音尔。台语甲华语甲文言无思类甲语法的前差，甲有影吼。所以甚至有的人讲，哦。师傅要来上经啊吼，啊你要听台语也是要听华语的，吼。其实我甲你讲，因不管是用台语的汉字读，还是用华语的汉字读，迄个佛经拢毋是台语嘛，毋是台语啦。迄个佛经拢是翻译去当阵的当调的白话啦。只是迄个汉字会当读做台语发音，还是华语发音尔。所以咱等下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啦吼。顶悬这个想法若成立讲。咱所有的单仔语毋通共款啊，台语、华语、客语，写汉字读做客语发音，读做台语发音，就变做台语、客语。这个想法若是成立，安尼是安怎？咱甲文言甲华语读做台语汉字音的时阵，迄个简单会晓台语程度一倒赞的老大人所听无的。比如讲普经好啊，我即马摕心经，甲汉字读做台语音，啊，你去找你敢若会晓讲。台语的阿嬷，你讲阿嬷，我即摆讲台语互你听。观自在菩萨行，请啦啦啦啦。阿嬷，我拄仔讲啥？听无是安怎？因为你在做一件代志，就是你去摕Shakespeare 的剧本，你讲这是英语，我即摆甲读做法语音，了后我去问法语人讲，你敢听我咧讲啥？就你听无是安怎？你敢若是甲迄个字的发音改变，你并无甲迄个语言的种类改变啊。咱毋通有即个误解讲，哦，汉字读做另外一种音，就变做另外一种语言。我即摆就要互大家看证据啦吼。伫咧互你看证据之前，咱必须要承认讲，无毋对。东亚的语言有足侪共通的思维，比如讲台语、华语、文言，甚至日语、韩国语、越南语，拢有一寡共通的思维。比如讲国家台语讲国家嘛，对不对？日语讲国家，啊是好袂记啊。越南语咧，国家啊啥吼，伫就是足新的音，因所有的拢是有共同的汉字的源头。这共通的思路伫咧东亚的无共款的语言内底，确实拢有一寡共通的思路吼。毋过，虽然语言并毋是干那共通的思路尔，虽然语言有特别的语法甲思路啊，比如讲台语讲啥？台语讲哦，伊做代志做点定吼。点定，你敢会晓讲？点定的汉语是点成，所以他做事情很点成。这句毋是华语，因为你用一个台语词，这毋是共通思路。共款，所以你嘛袂使想讲，我甲规段华语的汉字读做台语就变台语，这是无即个代志啦吼。好，就亲像讲，
咱无可能将一段华语的文章读做日语，读做越南语，就变做日语甲越南文。这恁敢有法度想象？日语甲越南语拢有汉字的读音系统呢？日语甲越南语拢会当摕来读东西呢？咱敢知影？你去 YouTube 去敲找讲越南语唐诗念诵，找会到呢？因为有人用越南语在读东西，为虾米？越南语有汉字的读音系统，日语有汉字的读音系统，韩国语有汉字的读音系统，这些语言拢会当来读用汉字写的物件。啊，毋过敢会因为你甲迄个汉字的读音改变，就变做另外一个语言，无即个代志啦吼。好，比如讲，咱即马随摕这来做试验吼，这段是对自由时报定落来吼，这华语讲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卓病逝，其遭到国家禁止领奖，并监禁致死的命运与纳粹德国时期的和平奖得主奥西茨基如出一辙。好，你讲好啦，这汉字啊。我读做其他的语言呢，汉字发音就变做其他语言后影。咱个这汉拢甲读做日语哦，所古之人文哦，所我什么是咯？秋国古秀义啊，你着读这段，甲汉字拢读做日语发音了，日本人敢听有？听无是安怎？因为安尼读过嘛是无变日语，因为内底有足侪词都毋是日语词啊，即个语法嘛毋是日语的语法啊，所以你翻袂过对无？好，你讲好。安尼，我甲这规段根据单方面的讲法，我甲这汉字拢读做台语音，应该变台语吼。中国首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遭13日病逝，其遭到国家禁止领奖，并监禁致死的命运有。纳粹德国时期的和平奖得主俄西茨基如出一辙。吼，即你讲互恁干那会晓讲阿嬷的，干那会晓讲台语阿嬷听，伊嘛是听无。因为你干那是甲汉字读做台语发音尔，你无去顾虑到内底有足侪毋是台语词的词，甲毋是台语的语法，所以毋通想讲甲汉字读做台语发音就变台文吼。阮伫咧帮报收到足侪稿件，阮会退课原因就是因为伊咧书写的时阵，就是华语写了后，内底甲那个的换成下啊吼，甲那个我们换成阮，就寄来。阮咧读时就听咧，读就感觉讲，即都足奇怪，即都毋是台文啊，就是因为因误解讲，要写台文足简单，华语写好，读做台语音就是台文，毋对，吼，无即个代志吼。谢书松。台语读华语读做台语汉字音会变台文，安尼照你来讲，我甲倒变转去，应该嘛成立对无？华语读做台语汉字会变台文，安尼台文若是拢用汉字写，读做华语应该嘛变做华文啊。吼，咱就需要做一个试验吼。下骹即段是单类的小说吼，就是迄个四条甘蔗内底有一句啊讲，明仔转来到厝，老母跍伫金枝骹鞋仔扫菜讲。木啊，照卡住卡喝水。好，我们有汉字一大堆，把它读成华语发音，应该会变成华文啊。名子转来到处，老母巨住盐吉椒锅子叶菜讲，母子照椒煮叫好事。应该变华文啊，因为拢是汉字啊，台语、华语拢是共款的写法啊。我读台语音应该变台语啊，我读华语音应该华语啊，谁那拢翻袂过。华语读台语音袂变台语，台语读华语音嘛袂变华语，所以这是两个无共款的语言。毋通想讲我用汉字写来读做台语音就会变台文。经过拄则顶悬的试验，这是咱一个足大的误解。千万毋通安尼来写台文，因为你安尼写来，我就是无法度，我就是报袂落去，真歹势吼。好，好啦吼，所以就是安尼吼。简单讲就是讲，共款都是文言咯吼，文言是一种语言，就是古早的东亚地区的书面语，伊会当读日语汉字音，毋过伊原是文言；伊当读做华语汉字音，伊原是文言；伊当读做台语汉字音，伊原是文言吼。东亚的日语、韩语、越南语、华语、台语、客语，拢有一寡共通词，毋过你甲语音改变，无法度就将规个段落语言改变。共款的道理，华语读做台语的汉字音，伊原是华语吼。
台语的汉字读音，这是变做台语汉字读音的华文哦。这是日本时代，你若知影日本时代偌好，因咧学华语的时阵，因就是安尼学的。因的汉字敢若会晓读台语音，所以你比如讲你咧读民报，民报是华语的嘛，哦，比如说民报今天我们发行了第3期，啊，就是民报今天我们发行第3期，因就是安尼读汉字音嘛，但是因拢知影讲，因是用台语的汉字音在读华语，毋是甲翻做台语。OK， 吼，所以毋通想讲，我甲汉字音读做台语就变台语啊，吼。所以，毋若有自己的汉字音读出来的文件吼，其实咱就像我讲的啊，你会当甲国语读做英语的发音嘛，吼，比如讲，就水，对种我是学生，你讲 ，je suis student， 安尼。嘛，因为是法语，只是无标准的法语，你的英国腔伤过重啊。OK， 所以你甲华语读做台语发音，你嘛是咧讲华语，就变做台文哦，只是变做你的发音就是台语发音，汉字发音尔，毋是台语吼。OK， 好，所以其实做一个文字的编辑，阮拢会希望讲吼，毋通有即种误解吼。若要写华文吼，你等于是讲我若要投稿，我就是写华文了。小可改一下，就变做台文，结果拢是吼，即个潘国元讲的吼，变做鸡母屎半乌白啦吼，就是读起来敢若一半台语一半华语，啊，讲互讲台语的人听无吼，因为你咧做代志定定是咱咧做定定是翻译，我想讲，我直接用台语写就家己巧的，我先写华语规篇写好了后，才小可改咧，伊就变台语，安尼改定改袂过。因为翻译是足大专业，无是安那大学内底有翻译所，有翻译系，翻译所翻译系，就是因为翻译足困难的，需要去读大学，需要去读研究所，要做考译的人需要去考执照，因为翻译足困难的吼。上好的做法就是嘴念的台语安怎讲，手就安尼安怎写，安尼台语较正办啦，较免伫遐起过讲翻袂过。OK，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对咱回文一开始问讲，是安怎要我手写我口，就是因为翻译即困难，毋通想讲写华语小可改一下变台语，定是翻袂过啦吼。更加毋通想讲华语写咧，我甲汉字读做台语音就变华语，袂啊啦吼，无世界上无即个代志。所以我手写我口一个重点就是咱听有嘛。因为咱头前一个目标就是安怎要写台语，咱希望伊继续使用了，你希望咱听有嘛？啊，拄着即种文头音，足侪人伊会讲一句讲，定可能以早台语互人打压甲受忝啊，所以定大家拢爱讲，台语是足水的啊，是东调的官方的话啥物的。啊，毋过后来我也感觉足忝的，因为即个东调，即个官方，即客家嘛咧争取啦，香港嘛咧争取啦。啊，我想讲客家若较爱，后来因为我家己感觉讲，即古早的代志，啥物是事实咱也毋知啊。啊，毋过咱是安怎着爱用东调的迄个地位来加强咱的信心啊，是甲咱讲一句讲，台语足水的。啊，毋过我着甲大家请教，台语今仔也足歹，咱无爱讲是毋是？对，若今仔日讲台语做歹，咱是毋是就无爱讲啊？啊，我是会继续讲啊，所以即摆拄仔是讲咱爱听有嘛，所以我手写我口。过来后一个问题是安怎毋好用火车文？对，就是比如讲台语，你看已经互人打压甲今仔日，结果即摆做者华文的即种部落客，伊有法度使用台语的即个，伊写做火车文来变做。有会当趁钱，变做伊的一个特色。啊，是安怎台语文改人无爱用，是安怎咱要反对？我先补充拄则回文讲台语是东调语音啦吼。恁应该拢知影法语人就爱法语，感觉法语足高雅、足高尚对无？但是法语人爱法语，敢是因为法语是拉丁文变出来，伊才爱法语。你敢捌听过你法国朋友讲？阮法语保存正统的拉丁语的语音，所以阮法语上介厉害。阮法语就是古早意大利搬到罗马帝国迄个时阵，罗马的人就是讲阮即种法语的发音，所以阮法语足赞足高雅。无人安尼讲啊，因爱法语是单纯因为法语是因的语言，毋
毋是因为伊古早迄个祖先是拉丁语，敢毋是？另外提供一个想法就是，即侪人爱讲台语保存唐朝时阵的语音。你若是去问历史语言学家，东亚的语言内底保存唐朝语音保存了上好的，有研究的人甲咱讲是越南语，毋是台语。你会惊死对无？王力啊，王力是中国最出名的语音学家，伊去研究越南语内底汉字发音了，讲越南语是保存唐朝时期长安附近的语音最完整的语言，较赢广东话，较赢客语，较赢台语。若照你来讲，恁遐爱唐朝语音，请大家赶紧去学越南话，对无？所以这种道理拢袂成立的啊！拄则回文讲，广东人嘛要唱唐朝话，因其实这无合嘛吼。你若去真正去看广东遐朋友的论坛，因其实咧唱的是讲，我们广东话是殷商时期的国语的产物。唐朝算啥？我们是5000年前、4000年前殷商时期，但是不管哪哪，这种想法拢足合的啊。第一就是讲，你要整唐朝语，你已经输越南语啊。第二，你啥哪一定爱想做家己是古早的语音才足伟大。安尼法语人啥哪较爱家己的语言啊？明明咱嘛知影法语就是古早迄种粗俗的、真卡人讲的拉丁语变出来啊。因敢会因为安尼感觉讲法语足垃圾，我要转去学拉丁语，都无咧。变倒是咱台湾人足无自信，拢爱想讲唐朝的语音我才要学，古早河洛我才要学，这世界上哪有这种代志啊？这是补充对啥回文讲，所以咱即马叫出来讲吼，就是讲是安怎毋好用火星文啊吼。回文问即个问题是，其实我毋知影要哪用啊，因为我感觉讲足奇怪咧，是安怎咱咧写华语、英语、法语、德语、日语、韩国语的时阵，咱拢无爱用火星文，但是咱写台语的时阵，就感觉讲用火星文较好，还是讲无要紧？吼，就一个人伊会用台语的火星文的，伊的心理是感觉讲。安尼才好耍啊，安尼才趣味啊 ，OK 啊，啊，所以你若是单纯讲台语，就是一种佚佗物啊，伊是摕来增加趣味性，增加大家好笑，结五人哦，结和谐安尼。台语若是你心目中只是即种地位来讲，安尼你写火星文，我感觉我完全无啥物好反对。但是台语对咱来讲，若是台语，毋是干那是一个佚佗物啊。台语毋是干那要互人感觉好笑，尔。台语除了写好笑的物件，伊会写一寡足正经的物件、足科学的物件、足文学的物件、足艺术的物件的时阵，安尼你哪会使干那用火星文写的？你用英语写论文的时阵，你敢会使讲为着要互我的论文较好笑淡薄，我内底要掺一寡毋对的写法，互伊变火星文，无可能啊，对无？安尼，台语若是当写论文的时阵，哪会使继续写火星文？这就是我的回答就是讲，台语，敢讲台语是细汉的，无值得咱好好甲写好势呢，敢安尼？英语、华语、德语、日语、韩语，咱袂一直摕来讲生笑，一直学袂写啊，是啊，台语就会使。这就是其实是看咱心目中对台语的想法甲想象啦吼。伫阮的想象内底，台语毋是干那佚佗物尔，伊有值得咱好啊学，有好啊写。对啊，因为会来咱遮人是较袂去写迄个火星文。了，所以咱即马咱会写的人较会拄着的问题，就是讲，咱拄着一个词，可能是新词，了伊可能会进，伊安怎写才算是台语？对，譬如讲，因为咱即摆的生活是华，譬如讲我的创作好啊，其实我细汉是主要是华语的空间大汉的，但是我要甲我的心情写台语的创作的时阵，我爱甲伊转做台语，所以其实会变做足侪代志，拢爱经过转换。我安怎互人感觉讲我写的遮是台语，了甲我的心情传达出来。回不拄则讲的，其实我后壁回答了无足侪啦吼。伊拄则讲较侪是新词的部分吼，尤其是咱若是要写一寡较现代的物件，比如讲科学啊，还是讲一寡理论上的讨论啊、社会现象的讨论的时阵，咱常常想讲，我毋知迄台语词是啥啊吼。其实
这是咱逐个人拢会拄到问题，而且是最正常的问题。而且这毋是因为咱的台语无够好，这是因为台语久长以来，伊就无互人当做一个正式的语言，伫咧逐款领域使用，所以伊欠缺遐个词。比如讲，我安尼讲好，比如讲华语即摆，你感觉讲华语啥物拢会当讲啊？但是华语伫咧50当前、100当前，到物仔啥物拢会当讲，一定嘛是欠足一个词的，对无？华语甲西方的一寡技术啊、艺术啊、文学物件，拄接触的时阵，一定嘛发现讲，哇，我足一个词袂当讲，袂晓讲，啊要安怎？这时阵人就是开始做翻译啊，开始做创词啊，所以恁知影讲？课本有讲过嘛，对无？一开始演化论啊，对无？是讲有人就演啥物货啊，袂记啊，或者天演论啊，啊，底下小者，这刚尾也讲好，迄个演化论啊，天演论书啊，所以咱拢讲演化论。这是啥物意思？意思就是讲，这个词伫咧西方拄传来东亚讲华语的人的时阵，华语的人嘛无这个词啊，所以因只好创词。但是因是哪创词，就是因为有人在用华语讨论这物件，才需要创词嘛。毋过，台语自前甲自过去就是战后甲即马，伊拢无真做教室内底教学语言，拢无真做一寡讨论一寡较高深的学问的人在使用语言，致使因无感觉有创词的需要。台语的使用一直互限制伫咧生活语言嘛。较早10点去洗身躯、洗好去困啦，啊，咱等下要食啥，要去倒佚佗。要讨论学问的时阵，拢袂用台语，当然欠词啊。所以即摆咱会拄着像会不讲问题，讲啊，我即个词，我想要写一篇较深的文章的时阵，无要安怎？无要安怎？其实较好的做法是安尼啦，较好的做法应该是爱有人出来做整理，因为即摆的时代甲过去迄个时代无共款啦。过去迄个时代，你讲。演化论甲天演论会当相战，决定一个，迄是因为迄个时阵的印刷出版还无发达。恁有爱记得嘛？1949年的时候，中国还有80%的人不认识字。捌字的人就少，印刷的人就少，所以要抄只好抄，对无？即马大家拢捌字啊，大家拢会晓看字的时阵，你讲我要安尼写的时阵，你就好投票。我嘛无爱服你，你嘛无爱服我，所以较好的做法，其实一般国家对着即款较弱势的语言互进的时阵，拢是透过政府机关出面来主导，咱来统一一寡翻译，甚至连华语即摆嘛安尼做啊！你敢知影？国家教育研究院有一个网页叫做教育什么资料库统一翻译名词，连华语都安尼做啊！台语若无人出来安尼做的时阵，当然你会想讲。这个事我毋知要安怎做，要安怎讲无要紧，我决定要安尼讲，真好啊。问题是，若无人要对你的时阵无效啊。我比如讲安尼讲啊，比如讲高空弹跳，台语要安怎讲？你讲啊，高空弹跳，我知影砍蛇跳坎。哦，砍蛇跳坎，好生动哦，砍蛇跳坎，然后我就写砍蛇跳坎，可是没有人理你。然后下一个人就写高空弹跳，高空弹跳要安怎讲？我毋知啊。我叫高空单跳好，高空单跳对练啦，高空单跳，就是虽然想一种，毋过拢无法度有人说服另外一个人。的情形啊，当然永远欠词，因为足侪人创造了后，足侪人重复咧创造，足侪人创造了，嘛无人知影迄个人做啥。所以这若毋是有一个人出来做统整的时阵，咱永远咧创词，永远感觉无词。去处理遐个新的事物啦，所以我感觉这毋是我伫遮当讲啥问题，我感觉这应该是一步，就是咱的媒体、咱的学校，若是搁较侪使用着本土语言的时阵，应该爱有人出面来做这本土语言的新事的整理甲论证吼。其实原住民委员会一直咧做这啊，恁原住民委员会有一个叫做原住民语言研究中心，像这个名，因为请研究员专门伫做。大家状语新事，比如讲，即个状语电脑要安怎讲，鸟鼠啊要安怎讲 ，WiFi 要安怎讲，便利商店要安怎讲，伊已经有咧整理，绝对是台语无人要插，对无？所以这毋是咱的问题，这是咱必须未来爱面对问题。咱即马先翻头来讲，安怎写才是台语啦？吼，除了新事以外，其实有一寡其他问题爱处理啊，就是咱。即摆先倒退一万步，甲咱拢想做是咱啥物拢毋知啦。咱若问另外一个问题，讲写安怎、写安尼，敢算是华语啦？吼，
就是讲，咱要用华语写我爱你的时阵，咱敢会写爱你我？袂啦，我相信无人会安尼写，因为安尼写无算是华语嘛，因为这是啥物？这是希腊雅语法。希腊雅语法讲，民邦我因呼要，耶稣就是爱你我，所以你无可能无尊重一个语言的语法，甲词换做迄个语言的词了，就变做迄另外一个语言，这是无可能的。单纯甲词换过，定定的听起来怪怪，是根本毋对，就是因为你无注意到语法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词的问题。咱可能讲台语、华语、随的语言拢有家己特殊的用词，是无甲其他语言共通的。这个咧我拄仔记过啦。比如讲华语讲他做事很仔细，你敢袂使写做讲他做事很点诚。你讲有啊，有人安尼讲啊，点定啊，点定就是足斟酌的，足斟酌的意思，足细致的意思啊。为什么华语不能写他做事很点诚？安尼，你若恁囝恁后生若去那个学校写作文，写他做事很点诚，老师一定拍车啊，讲点诚这个意思，华语词典查不到。有啦，台语有安尼讲，那个是台语，对不对？咱若是有即种观念，是安怎？咱会感觉讲，咱咧写台语的时阵，用华语词，啊无尊重台语的在来词，无要紧。华语都无因阮咱凊彩用台语词啊，是安怎？咱咧写台语的时阵，会感觉讲，即个词明明有台语的讲法，你无爱用，你超工去杀一个华语词来插，你搁要说互我讲，这嘛是台语，安尼敢有道理？大家听好无？这就是因为。这个词都毋是华语词，所以这句话就是毋对。共款，咱若是咧写台语的时阵，比如讲，咱看有一张好啦我叫你拿一个好啦。比如讲，反射检彩，这是华语也许的意思嘛？你讲反射检彩，我袂晓讲啊。无我也许汉语发音就是也许，所以讲明天也许会下雨，明仔载也许。会落雨，安尼敢是台语？毋对啊，也许都毋是台语词啊，你只是甲一个华语词的汉字读做台语音尔，你就该甲我骗。安尼，如果他做事很点诚不行的话，为什么明仔载也许会落雨就会使？对不对？这就是安怎？阮定定拄着一寡文稿，我感觉讲读起来足奇怪，就是明明即几个所在拢是有华语，拢是有台语本身的讲法。你无爱去用，你无爱去查书典，你无爱去问人，你就凊彩摕一个华语词插入去讲，我要交稿啊，拜托你甲我录用。阮就是就无法度，因为这就是，这都毋是台语咧，安尼毋知大家听有无？所以比如讲吼，另外来，咱倒边来想咯，写安尼敢是台语啦吼？先看下骹这啦吼，你毋通翻译哦，我即摆毋是咧讲翻译哦，我咧是直头哦，别以为我毋知你咧想啥。这敢是台语，有人真正写即种过来呢，别以为我毋知你想啥啊。其实伊的心内读的是讲，卖俩做我毋知你咧想啥，毋过伊就写别以为。即若是一位两位无要紧啊，阮做文艺编辑，我会当替伊修改。规篇内底有40-50位拢是即种所在，爱阮替你翻译，安尼当然会用替过啊。安尼听有无？因为你要写台语，你就要用台语词，你会使讲。我写华语词啊，你家己甲我想做台语，安尼我要投稿英语的论文，我内底有一款中文，你看袂晓翻哦，麻烦迄个编辑甲新哥者，才替我翻做英文，有这种代志对无吼？即句啦，即句是较奇怪的咯。伊骑着脚踏车去学校上课，这个对，这个对伫华语用法，这是什么意思？是持续貌对吧？比如讲，他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毋过这个对伫台语是啥物意思？我摕到奖金吗？我看到电影啊，迄个对是有达成完成的意思。所以白白是只字汉字对，你袂使讲哦，他骑着脚踏车去学校上课。哦，即句华语就好，所以我起码把他换成脚踏车换成脚踏车。哦，骑着脚踏车去学校上课。你讲哦，即句是台语啊，哦，即句就好。但是语法都毋对啊，因为这个对的用法就是骑着脚踏车，是安那骑袂对，是脚踏车一直走，你我骑着脚踏车去学校上课啊，这是语法就毋对啊！你袂使讲就要讲，
啊，你用华语想啊，他骑着脚踏车就是骑着脚踏车啊，哪里不对？啊，迄是华语的语法啦，你哪会使讲这句话这个所在我爱用这个华语的语法来想吼，这嘛是阮常常拄着问题吼。我知影歌词就安尼写啦，但是歌词我甲想做是另外一种风格啦，迄毋是咱一般口语啦吼，就是像有的人写的语录本，就要插一寡拉丁语的词语伫内底啦吼。啊，迄是迄种风格啦，特殊的语体啦吼。一般你若是写文章讲话，袂甲迄个调用发音，那才无嘛对无吼。这是我理解的啦吼。对，这敢若足好笑啦，啊，毋过确实是真正做侪即种问题，所以你会笑的表示你台语足好，所以你才做侪人讲我这无毋对啊，啊你敲电话甲问的时阵，你会确实像先平讲的安尼，就是伊写的甲伊想的无共。啊，搁来就是即摆少年人其实，搁来就是讲后一个问题是，后一个问题是讲。但是伊拢袂晓，啊，毋过伊会晓写罗马字，伊敢是罗马字写出来就算台语啊？因为即摆做个少年人吼，伊无反对罗马字，啊，伊小可会晓讲台语，伊转去2个下晡就明仔开始含你伫line啊，伫啥物拢会当写全罗马字，啊，毋过你感觉？就是我感觉台湾若有一个厉害的所在，咱会当听无标准的华语，甲无标准的台语。就是伊台语拢讲毋对，毋过我拢听有，我知影讲这总这问题。所以我就要甲先生问讲，因为伊就讲，我就讲你这台语敢若怪怪，毋过伊就甲你讲，毋过我写全罗马字呢，安尼敢毋是台语的？对啊，那你写全罗马字已经表示伊的心意，啊，毋过。安尼敢就算伊写台语啊？这个问题其实是连续顶一个问题嘛吼。你若知影网络顶迄个信幕啊网站有一个程式叫做汉罗转换器，就是你甲规段汉字打入去，是执行了，伊就甲规段所有的汉字拢改做台语读音。有的人写个是安尼写的吼。我即马要投稿台文通是网报，我是用华语写好。等你要汉罗转换器出来就叫过来。我用台语罗马字写的哦，他有可能会退稿，就退稿啊。因为这就是在创啥，这就是其实是换一种形式尔啦。伊会想讲，华语的汉字读做台语的汉字读音，就变做台语。所以我若是甲华语的汉字，每一字汉字拢改做台语的汉字读音了，应该就是台语无毋对啊，而且佫是罗马字对啊，这绝对是足标准的台语。这是无种代志，另外咱拄则已经讲过，我莫重复啦吼。但是其实啦吼，不管是汉字还是罗马字，伊拢敢若是配尔啦。什么是配吼？就是讲毋好想讲汉字词改做台语的汉字发音，就是台语词，拄则讲过啦嘛吼。比如讲夜戏，你也许甲读做夜戏，伊嘛是华语啊，伊是台语发音的华语词，对吧？因为就亲像讲，吼日语那么。名前吼，名前那么是名意思，你袂使讲即两字汉字我甲读做名前还是名前，就变做台语，哦，遮简单呢。哦，安尼我即马我会晓讲英语，我要去学法语，我拢甲英语规句读做法语发音，就变做法语啦，无种代志啦，共款。所以你看到别个语言的汉字，你甲转做台语发音，甲写做罗马字，有可能嘛毋是台语，因为名前毋是台语，名前毋是台语。因为夜戏就是毋是台语，虽然伊是用罗马字写，啊嘛是无较准啦吼。所以，啥物是台语词？台语词是指台语人吼听有在使用台语字词典内底有收的词，一般才是较正常的台语词。所以是台语词无？敢是共通？敢是共通词吼？毋好家己想哦吼，上好是字典词典变看卖，去请教一寡老人，讲我安尼讲。台语敢有安尼讲，啊，若毋是安尼讲，要安怎讲较好对无？所以你用罗马字写，用汉字写，拢有可能毋是台语词哦。毋通想讲，我这批转落的，就是台语，无影转落嘛可能是越南语啊，转落嘛可能是法语啊，对吧？吼，就是这个问题啦吼。这个问题我无啥物好讲的，因为顶管恁讲就这样。过来就是即马大家拢有咧写嘛，啊，先生嘛甲咱解决遮济问题啊。过来就是讲，就是足侪人会对咱有疑问啊，是安怎咱的这文体是汉罗来写？为虾米咱是使用这种文体？是安怎毋是全汉字？就是足侪人支持台语拢爱写汉字吼，特别是你伫咧名册顶悬吼，足侪前辈甲你讲，
恁咧台语拢讲南英文啦，人拢看无啦，用较写汉字才看有啦吼。其实这个人吼，有迄拍课文，有去问过啦。这个人吼，10个内底无一个是常咧写台语的，因拢是用嘴咧讲，爱写台语啦，爱拢写汉字啦。毋过我都毋捌看过因来投稿咧，因连互阮退稿机会都无。因拢鼓笑人讲，拢全部用汉字写才好，毋过因到尾家己写一篇全部用汉字的台语啦吼。我嘛是有在用汉字，是因为确实即个时代大家拢较捌汉字啦，所以汉字拢用啊，吼，莫真正听讲讲，阮逐篇拢要用全落，然后大家拢读较艰苦一寡。但是你要全部用汉字写台语，你应该会发现时不时会写无落来，吼。请大家实验就好，就是讲，请咱家己用全汉字写一篇故事，写好算是台语哦，但是咱拄则讲一个标准嘛，对无？你写看卖，就是安尼，敢会较轻巧。你毋通想讲，我拢用华语讲啊，那个逝者为什么要汉罗混血率？为什么要汉罗混下？咱你毋是台语啦。我意思讲，你用汉字写，你爱想的是台语词，你爱想的是台语语法，你爱想的是一般咱咧口语的讲法的时阵，你用汉字写看卖。你毋免写一个，你写一篇故事出来投稿，你就感觉讲，哇，原来即个物件要用汉字写，真正写无落来。所以想要汉罗人写，其实是咧减轻作者甲读者负担嘛。因为全汉字真正足侪物件，台语写无啥出来吼。而且，佫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若是有在注意一摆网络顶的教育的资讯吼，你会发现讲，伫欧洲甲美国的囡仔啊。因开始家己读册年岁，拢比台湾、比中国的囡仔加足早。咱的囡仔定定就是，比如讲到4、5岁、5、6岁，我爸爸妈妈伫遐读绘本互伊听。但是定定伫咧美国甲欧洲的低年级的哦，1年级的囡仔，因的家庭作业是老师爱因转去图书馆借一两本册，读了写心得。当然，迄个册毋是种拢是字的册啦，是有足侪图的册，无毋对。但是因会当家己读字、写心得、写怎？因为伊用罗马字写英文、写法语，这好学啊！就是学迄20外个字母，家己足紧就会当读、会当写。咱的囡仔是安怎读册、写字的年岁加足换，就是因为因开足侪时间咧记汉字啊！吼，一般来讲啦，你若要报纸头有8成，你上无爱捌1500汉字。你若要报纸读到99%拢读有，你上无爱捌到2500到3000个汉字。伫即种情形下，咱的囡仔自然地开始读甲写的年岁拢比人较晚。好，啊，你即摆讲台语嘛用汉字写啊，我真正害啊！台语足侪词甲华语佫无共款，佫有台语家己的汉字。安尼，囡仔除了记迄2500个华语用的汉字以外，可能啊另外佫爱记500个到1000个专门是台语咧用汉字。安尼你是要互咱的囡仔拢变白痴？人已经在画图去书写，就幼囡仔就安尼啊。结果你就讲爱用汉字，爱汉字，继续学汉字。咱逐个人若要写台语，拢爱学到3、4千个汉字，才会使开始写台语甲读台语。安尼台语就免偌久就死啊，敢毋是？所以汉罗南写其实是一种足基本的、足直接的翻译。共通词，大家看有部分，咱就写汉字。其他所在汉字足困难写，足困难记，咱就罗马字插入去，互读甲写会当赶紧来流通来进行，对无？啊，未来要安怎才讲嘛？但是不管安怎，讲要支持台语敢若会当用汉字写的人，我真正是建议讲，你全部用汉字写一篇，真正是台语的物件出来看卖。语法是台语哦，思维嘛是台语哦，莫写拄则迄种加无使。半黑白来哦，安尼写看卖，你就知影讲，迄困难度真正足悬的，而且真正害死咱的囡仔知，就是安尼。所以就是你若是写全汉字，有可能你是有能力写全汉字，毋过有可能别人是读无啦。对，我迄阵大学的时阵，我的迄个学校的主任洪伟林教授，伊就知影我咧投稿咧网报。啊，以前洪教授伊嘛拢是。说是这一定爱溪考汉字的，就甲我讲，你写这本大文，你这拢无溪考汉字，
后来我也无生气，我讲毋过迄做会汉字，我看着我读袂出来。伊讲你安尼讲嘛是有道理啦。所以我讲，但是你做一个你咧书写的时阵，其实上较紧，其实罗马字是较有效率的。比如讲你你等一随咧当用啊。所以汉罗人写这讲了，咱过来就是。咱即马有做侪套嘛，每一个人好讲好，全部即马明仔载开始拢用共一套，了每一个人讲用我一套，所以每一个侪有做侪套。是安怎爱写共一套？是安怎袂当讲就是遮侪套安尼较开放较好啊？这个会讲较长，因为后壁要搁要提供大家一寡小正本，提升咱对家己书写的信心啦吼。伫咧提供大家小正本之前呢。咱就是先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是安怎要写共一套啦吼？其实这个问题嘛，现在苹果来问啊，是安怎无爱写共一套？是安怎华语、英语等等，大多数的语言拢有规范的文书法，因拢要用标准的写法来利便教育、出版、推广。是安怎台语就是大家无爱写共一套，台语敢是新妇啊、凊彩不要紧，所以。我相信伫即个考虑之下，所有语言拢是安尼进行啊。我相信大家人拢会讲好啊，无咱大家拢来写共一套啊。问题是要写人迄套，对无？你若是知影台语有偌济书写法，自古早甲今有偌济人发明书写法，我想要找4、50种绝对毋是问题，是要写倒一人迄套吼。所以咱即摆来提供一寡资讯啦，就是台语并毋是无家己的书写传统。一个有家己的书写传统的语言，无应该搁去小正讲要写倒一套，因为伊的传统原在啊，咱应该尽量对传统行。你要修改嘛会修改，应该是尽量较小幅度修改，互伊继续延续迄个传统。是安怎？因为传统有足侪文献，遐侪文献的情形下，你若换一个文书法，过去遐文献是毋是拢规啊断在？这是无好，我相信无任何语言是安尼做的啦，包括英语、法语。因的书写传统你是很少的你就毋讲，台语有书写传统，我是偌久啊？嘛讲来听看卖的对无好，台语事实上呢，有数百当久的书写历史。你讲，我听起来好难就有影吼。台语，咱拢讲台语是啥物？其实是泉州话、厦门话、漳州话变来，就亲像法语是拉丁语变来嘛台语伫咧因的祖公祖妈400当真多人在写呢。泉州话、潮州话伫咧。西元1560年，就有赖景记即种剧本的人用汉字的书写法在写即种剧本人的甚至咱讲较晚的，比如讲中国的福建台湾东南亚有流传一寡歌册，打留落来上早的版本，伫西元1779年的时阵，就有上早的版本呢。所以，这个语言并毋是讲最近这40、50当才有人试讲要书写，伊是实际上已经几啊百当来，伊的母语人就足想要写伊这两项甚至是敢若是汉字的部分罗马字咧罗马字的部分，咱敢知影台湾的第一份报纸是啥物报纸课本拢无教1885年创刊的《台湾府城教会报》伊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份。印刷出版有咧流通的报纸伊是用罗马字写的呢你看到就是台湾府城教会报伊即个创刊的即个年个甚至比中国上早的白话文报纸搁较早呢你若去查文献讲，中国第一份白话文报纸是什么报纸？是1898年创刊的《无锡白话报》，后来改成《中国观音白话报》。当1898年才创刊呢。咱1885年就已经有台湾第一份报纸，而且是台语罗马字出版印刷的报纸。所以你讲，咱甚至会当讲，用台语书写、出版、印刷的传统，比中国的白话文的传统搁较久长。不管是汉字还是罗马字，拢无输你有人要坐讲，你记这华语白话文报纸不算啊，很久以前就已经有文言文的报纸我们对人讨论过了嘛。文言文是另外一种语言 ，OK？ 文言文不是华语。如果文言文是华语的话，为什么有文言文的维基版跟中文的维基版？为什么不合并就好？就是因为是无共语言，所以才当时你无共款的
Wikipedia 版本嘛，因为思维无共，语法无共，所以你若是课本文言文学甲遮好，你厝内拢甲文言文的汉字读做华语发音，去外口甲人讲话，咱嘛是听无，因为迄是另外一个语言。哦，你毋通想讲，中国最早就有文言文的报纸，所以传统最早无哦。中国爱到1898年才有第一份，即马即种所谓的华语中文的报纸哦，佫比咱台语的报纸创刊佫较晚哦。所以台语敢无家己的书写传统有啊？遮上无算数嘛，已经300-400档去啊。是安怎？咱感觉台语无书写传统，需要咱家己来创造一套文字系统，这是足奇怪的代志吼。即我拄则讲的啦吼，文言毋是华语吼，文言是古早时代就有的文书语言吼。即个文言毋若伫咧中国使用，伫咧韩国、日本、越南，古早拢是用文言在做书面的语言啊，在做官方的文书啊，在制定法律啦。越南的皇帝、日本的天皇。下诏书的时阵嘛，拢是文言写的啊。但是因敢会讲，即个文言就是阮日语，就是阮越南语，毋是嘛？吼，迄是两件代志。所以文言甲华语嘛是无共款的语言。华语的基础是北京的口语，逐所在拢有无共款的口语啊。台湾有台语，有客话，对无？江西有江西的话，河南有河南的话，迄拢是无共款口语，拢毋是文言啊。所以咱毋通想讲文言、华语、台语是共款的语言，因拢是无共款的语言。这我拄则讲过吼。好，啊，你若想讲，你讲台语有足久长的出版传统，啊是出版偌济，啊无得可能迄少数人咧看吼。我等下后一页绝对甲恁行一条吼。好，咱先来讲看一寡举例啦吼。罗马字出版的台语的册吼，对20世纪册吼，1917年就开始有医学的册，有字典，有剧本，有评论的散文吼，有要教人安怎写批，有咧研究古典的迄个古典经典用台语写吼，甲解说的吼，啊甚至有一寡咧写历史的吼，甚至伫咧1926年的时阵，就有人用台语的罗马字写一部长篇的小说出来啊，这个时间。拢无比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较晚哦。好，恁的问题就是这，我拄仔问讲，对啊，你记足侪个啊，台湾第一份报纸比中国的华语报纸较早啊，吼出足侪册啊，台语有人话足早就有人写，问题是，你讲这本底确是少数人咧用的尔，教会罗马字啊，就是教会咧用的尔，你甲我讲这要台，遐毋是台湾足普遍的物件啦，敢有影？吼，你若是去查资料吼。台湾文化协会有出名无？吼，这是台湾伫咧日本时代上较重要的一个组织之一，对无？因咧汇报伫咧1921年11月吼，第一号印的时阵1300份；1922年4月初6第3期甲做单行本的时阵，印制量是1350本。咱的第一份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发行量有偌大？你敢知？1902年的时候，就已经850份啊。1935年3月时，历代600冠已经有1870万份啊！伫咧天刊进前，约期量拢维持伫咧2000份的数量，而且毋若伫台湾哦，佮寄去美国、英国、日本、中国、新加坡、甲马来西亚。所以你莫想讲，这份报纸就是教会内底人咧看尔尔。若有影是安尼，伊的发行量是安怎会比台湾文化协会汇报更较大？你若是讲这份报纸咧看的是少数人。安尼，咱历史课本，你看人家强调台湾文化协会是咧死，这么小算什么 ？OK， 咱的历史课本拢甲咱讲，我这个协会对台湾的历史甲文化发展贡献足大，爱的汇报就是安尼尔。是安怎咱看这看遮重，看这看遮无？安尼大家听我的意思无？吼，我的意思毋是要批评伊安怎，因为这个时代是安怎印刷出版量会遮少？你讲，即马一刷就1000本了，怎么会那个时代这样子？迄个时代是一个。足少人捌字，而且要印刷出版足困难的时代。吼，迄时阵的印刷机无普及，吼，常常咱台湾要印册、要印啥，拢爱去上海印，啊，做搁车转来台湾。所以迄个时阵，你要出一本册，你要印1000本、2000本是足困难的代志。啊，印出来了后，摕去外口，10个人，搁有8个人甲你讲我看无。所以这个时代，这种出版量是非常大的呢。这应该是一个足大的成本呢。啊，咱的课本拢无爱讲这，拢讲这啊！啊，拢讲这足伟大，足伟大！啊，拢讲这无啥，这是少数人咧看，这是毋对的。事实上，对数字来看，台语自伊有书写传统以来，
伊的规模、伊的流通的数量根本就无较细，是咱的教育，咱尾啊从家己规个对咱的教育、对咱记忆内底消灭了后，咱才感觉讲，家己自古早无啥人咧写，无啥人咧看嘛，无啥物印刷出版，这是毋对的吼。OK， 所以伫咧印刷出版物里边，捌字人口占少数的时代，台语的出版品比起中文出版品的规模，并无较舒适哦，无较舒适哦，咱毋通误过去，咱的课本不甲人讲尔。我的数字毋是我袂讲，你会使去查啦吼，就是结束了后，我会有一个网址伫遮，导影片就伫咧网络顶，你会使随去敲入我的数字，我敢无袂讲吼。所以台语书写开始嘛无比中文较晚，300-400档啊吼。现代英文的历史偌久，对 Old English 到 Modern English， 嘛是差不多400-500档、300-400档才开始有现代英文尔。台语的书写传统并无比即马世界上的大语言较晚，是因为伊无真做官方的语言，才互人看起，才互人误会讲，这是一个无法度写的语言，这是一个无书写传统的语言。但是这都毋是事实嘛吼。好，咱搁再来批评华语啦吼。华语当时才有字，咱就误会讲。那一家拢讲讲文言文就是华语，所以华语很早就有字，2-3千年的历史才怪吼。你若是去查华语的白话这个文学史，上早的白话小说一般拢是讲《水滸传》上早啦吼。《水滸传》即马上早的版本叫做《金本忠义传》，伊的版本上早是足甲1522到1566出版的。你若是等于比较。伫咧1566时阵，就有人伫用泉州话、潮州话写剧本，写泉州话、潮州话剧本，你比起来，敢有比华语的白话出现较晚？无呢？咱的老祖公伫想办法用台语的祖先伫书写的时阵，迄个时阵嘛拄出现用华语书写的开始尔。咱并无较晚，1566，伊嘛是差不多这个年过尔吼。现代文学意义咧。有现代文学意义的，所以即摆华语文的头一篇创作，你若去查册，拢讲，是1918年鲁迅的小说《工人日记》有人不服啦，有人讲，无即篇其实毋是第一篇。伫咧1917年有一个查某留学生叫做兰幸德，伫咧美国留学，伊迄时阵就写一篇，这篇小说佫一日出来了比鲁迅的《狂人记》早。但是不管是这篇还是这篇，咱的课本拢讲。哇，这是白话文运动的里程碑，中文白话文运动的第一篇有现代文学意义的小说，伊都要比咱台语较晚咧。台语伫咧1886年，伫咧台湾府城教会部就已经有刊一寡文学作品，其中就有一篇第一篇的小说叫做《日本的怪事》，日本的怪事，就已经有啊。所以咱有现代文学意义的台语小说，都比中国的白话文的小说较早咧。即摆人煞讲台语无法度写，台语无啥人咧写，台语无书写传统，安尼敢对？课本拢我甲人讲啊，所以咱就安尼想吼。所以台语有字，而且发展了比华语更较紧吼。台语有字的时间无输华语哦吼，文言文不是华语，台语有字的时间无输华语。台文开始印刷出版的时代，无输中文，规模嘛无较输中文嘛，对不对？台湾文化协会的汇报用中文印的。都还输给台湾第一份的台语报纸咧。台文伫现代文学顶悬的发展，嘛比中文较早咧啦。只是咱毋知，咱无继续迄个传统尔，敢毋是吼？所以，一个已经有300-400档书写传统的语言，哪有必要搁去重新去创造一个新的文书法咧？人拢已经安尼写，实验、修改300-400档遐久啊，不管是汉字、罗马字。传统已经几啊百档啊！你讲，咱即摆来创造一个新的文字系统，安尼过去遐文系要安怎，对无？要创造新的文字系统真简单，要写出互人感动的作品较困难。咱是安那无爱延续过去甲即摆即个汉字甲罗马字的传统继续写落去就好。莫过因为要做字最简单，其实这毋是我讲的啦，这是一个学校老师讲的啦。伊是做语音的，伊讲要创造一个新的罗马字系统高中生程度就可以了。我就甲母音注音换换咧，就出来啊！这是我家己创造的系统，大家拢来对我，我就是仓颉啊，安尼敢有意思？其实写作较困难啦，写作较困难啊！这个已经有数百年历史的物件，咱无应该讲我拼掉，我要先创造一个新的系统啦吼。你就可能讲，好啊！你问题是，咱即马
学校啊，吼，是讲咱的杂志，阮的杂志啊，阮的杂志，足侪文章拢是用台罗啊，台罗甲以前迄个教罗、教罗马字无啥共款啊，吼，啊，你是哪要安尼做的？吼，这是阮的回答啦，吼，我讲政府甲学校上较有影响力吼，这是其实咱等于甲拄则讲的新书这个物件来讲，咱当然是讲台语即摆面对要写新的物件的时阵，有足侪词无在来词，主要咱去创词也是借词。但是因为无一个人出来主导，啥人嘛无爱服啥人，啥人一个人做词，一个人创词，一个人借词了，拢无爱落人，拢无爱有人对，乱抄抄。政府出来做上紧啊，学校出来杀上紧啊。所以上怎我要用台语，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已经投入到台湾的正式学甲标准化，那谁那无爱对。啊，当然你会讲，啊，台罗甲教罗无共款，其实无差较济吼。你若是学过台罗甲传统白话字教罗，你会发现讲，台罗敢若是甲传统白话字小可修改好，较新国际音标尔。而且两边是有相容性。啥物是相容性？就是两边你会当真简单写一个 program 就切过，然后切过来切过去，无相容性的物件是无法度切过来切过去啦吼。所以这是有啥物我要对的原因，就是因为。假使讲，无法度啊，政府就是什么合法的暴力嘛吼，非必要之恶。伊即马将政府、将学校教育拢吹上即套，而且即套佫无对传统白话字做破坏性的修改的时阵，伊基本上也会当互咱继续延续过去的传统的时阵，当然咱就对伊啊，因为安尼吹上台语上紧啊吼。我毋是讲恁拢莫去读传统白话字，莫去学传统白话字哦，爱哦。但是，咱嘛无必要因为讲我会晓读传统白话字，我是学传统白话字，所以我就反对台罗。因为两套明明都是相用的，只是台罗较亲像国际音标尔，你要反对伊创啥？你会使继续写传统白话字，继续读传统白话字。但是我相信会晓传统白话字的人，绝对嘛读有台罗，就亲像学台罗的人，绝对嘛看有传统白话字，因为两个拢是继续咧延续过去200-300年的共款的传统。统并无等于 ，OK， 台罗并不是新创者，伊是传统白话字小可修改的版本的。啊，像这汉字嘛是共款嘛，因为即马伫咧学校教学、语文竞赛、甲文学奖，拢汉字的部分拢对即个教育部的推荐汉字在行啊。你讲哇，即字无好，迄字无好，我无爱写即字，因为教育部用字学袂用。我讲一句较歹听，其实恁敢知影华语的用字嘛学袂用？对啊。鸡蛋的蛋，一开始敢是蛋的意思。你若是去查许慎的《说文解字》，鸡蛋的蛋是古代的一个蛮族的名称呢。啊，文言文是软嘛，对无？是软。啊，尾也无法度啊，因为北京的口语是讲蛋啊。啊，软来写蛋都无好啊，那就去现在 Q 一个汉字蛋。哦，从此以后蛋就是 egg， 不再是古代蛮族的名称。安尼敢有意思？就古早人都已经学袂用汉字啊啦，而且什么意思？而且就是差不多是 end 的意思嘛。而造字的时候什么意思？是胡须诶。且是什么意思？且在当初汉字造字的时候是两个意思，一个是新珠白啊，一个是查甫人的性器官。即马咱讲而且到做会讲这是 end， 喙手加上新珠白啊等于 end。啊，古早人都会当学袂摕汉字啊，倒一个伊要写的物件。现代华语嘛，学袂摕字啊，倒这个写这个物件。你搁伫咧客讲啊，教育部这字毋是本字，迄字毋是本字，啊，你哪无爱去抗议讲华语拢无写本字，文言文拢无写本字，对无？即句话你会使去读遐，讲你写本字遐个人的喙。你讲台语拢无写本字啦，教育部汉字拢学袂用，迄拢毋是本字啦啊！麻烦你先去抗议，迄个华语拢无写本字，文言文拢无写本字，再来抗议阮台语 ，OK？ 因为华语用的人较济啊，你要先救那些大多数，好不好？好，安尼就是这个。小兄甲咱讲做一个翻译，就是大家对华语拢无啥意见啊，毋过若讲着台语，大家做袂一致的。啊，即摆咱大家拢共心啊啦，对第1条讲到第7条。啊，爱安怎写了，才是对推动台语较有帮助？啥物方向，才是对推动台语较有帮助？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无一定是恁的想法，恁会使无赞成啦吼。因为其实我写这是一部分啦，因为我一开始是讲，阮的目标是希望台语诚做，毋若是生活语言，伊嘛是专业的语言，伊嘛是文学甲艺术的语言，伊嘛是学校内底使用的教学语言。要达成这个目标，当然就表示讲，台语应该想办法摕来写无共款的物件，来表达无共款的物件。啊，对着新词的问题无法度。伫咧有人出来主德进前，咱只好借书创书，说服别人，才是我的用法。当然，别人是我的插我啦吼，但是无法度，因为这就是政府无出来做，无可能会成吼。但是不管安怎，对一个写台语的人来讲，一步一步来，就是第一步就是一定你要开始写，接着写，尽量写咱用喙在讲的台语。莫想讲我用华语写下来，再小可改一下，因为翻译足困难。咱先去读翻译所。先去读翻译，下再来翻译，啊无拢翻无啥会过吼。我手写我口吼。第二，写较少人，也是无人写台语的题材文体写法吼。怎怎？因为咱要混跨台语使用的所在，所以你会当来想讲，我若是要写小说，自过去到即马，用台语写小说有啥物题材是还无人写过？其实足侪你想讲无人写过，讲有人写过啦，比如讲。有人想讲小说马奎斯魔幻写实啊，有啦，这儿童上写过啦吼。所以我意思就是讲，你安尼想办法甲台语的书写，甲世界上的文学潮流结合做伙，甲世界上上新的物件结合做伙。所以像儿童上会想讲迄个西班牙文学啊，吼，马奎斯，就伊用迄个魔幻写实就好，我嘛要用这个语言来写。台语敢无人写新怪小说？有啦，其实古早时代就有迄个柯冰丁写。小红时嘛，你讲过就讲安尼台语敢有人写科幻小说？其实嘛是有啦，只是咱无读过尔。然后台语敢有人写迄种幻想的小说？肯定嘛是有。所以你会使想讲，到底有啥物物件是较少人写，是较无人写？我要来试写看卖，吼，台语会当下入去另外一个境界啦吼。第三就是讲，你会当设定一寡目标的读者，甲写作的目标吼。那其实咱咧写的时阵，咱心内的读者可能是无共款的。就像阮一开始讲的，咱袂当想讲，我写出来了后，就是希望全世界、全台湾的人拢来读我写的物件。无啥可能啊！除非你变做教主，你要写一部恁迄个教的经书，安尼可能有几万人来读吼。你爱先传教吼。无基本上咱写物件拢真好，有足侪人来读。但是上无咱设定即两项，就是第一项是写有较浅白的吼，对初学台语的人，伊嘛会当读的，这是一种目标。第二种就是，我挑工要写有较点定，透过写作来呈现台语的思维语言，甲表达的水甲特色。所以，咱会设定两种目标，一种是我希望我写即个部分，台语程度无好，对咧学台语的人嘛当读甲足欢喜的。第二种是，我无希望台语一直拢咧写足浅的物件，我要用台语来表现一寡台语才有思维的特色、语言的特色、水的特色，安尼我是另外一种写法。好，所以。这是我的想法尔，你无一定要对啦。我讲一个咧吼，我最近咧想一个问题，就是讲像这写较少人，无人用台语写题材甲文体，我就想到一项物件，我就想要试写吼，就是台语的武侠小说。因为其实我之前较想要写台语的色情小说，但是这有人写起来无意思。台语的武侠小说呢，当然就是我毋是要写中国传统武术吼，你若是去网络找台湾有足侪台湾。在地化、本地化、传统的武术咯，比如讲河拳啦吼，什物金鹰拳啦吼，塞雷七卡遐物件我毋知你有咧读武侠小说无？武侠小说最好看的问题是拢无人咧写台湾的遐功夫最好的人，因的功学的物件。我敢会当用台语嘛来写台湾的功夫发生的故事的台语的武侠小说。我感觉这就是啥物较少人写、无人写物件对。当然你嘛是会使讲想讲迄个色情小说写人伤少，我嘛是要继续写来写。还是讲我要写科幻小说吼，我要做迄个台湾的阿西莫夫，嘛是会使啦吼。还是讲我要做台湾的迄个莫拉加米哈鲁奇吼，村上春树嘛是会使，我就当学伊风格用台语来写嘛是会使。但是不管哪就是咱的目标拢真简单，要推动台语，就是爱互台语伫咧逐款的题材、逐款的领域拢有使用，拢有出现。安尼对推动台语上较有帮助。
就拄仔讲着讲，就是啥物人要看。以早我开始写台语的时阵，迄当阵是我大学的一个作业。其实我感觉我写的时阵都放心的，因为我感觉拢无人会看。敢若对有一个人，了后来我发现有人在看的时阵，其实我变得较欢乐的，因为我感觉我拢坦白写。其实后来有时阵讲，你是毋是某咪人？你讲我是啊，你的文章我拢捌，所以拄仔先下有2点，就是。就是有啥物写较浅白，我就是算是迄个写较浅白，你要写较点阵的，就是先下。你若有看先下文章，伊就是拢写迄种我拢看无的。所以我讲毋过因为拄仔拢是一直讲着文学，但是因为咱即马因为咱这科技啊、电脑、手机啊，其实咱逐日拢有足侪机会和别人用文字来交流，还是写啥物。其实迄个时间，若是大家拢会当开始。写台语，其实我感觉迄是一个真快速的代志啊，就是会当对迄开始，因为可能你无一定想要写啥物作品出来，毋过你若是会当对你的迄个生活语言内底开始，就是算是对台语的帮助足大，因为你看今仔日咱遮济人，你若是你无一定爱对你全部所有的人，你拢甲写台语，你。就选一个人就好啊，你就含伊拢讲台语，啊，迄个人反正伊会受到你的感动了，伊个安尼传落去，安尼就是会比可能你要开始写一篇文章更较紧安尼。啊，我两册我有甲网址迄个上尾，结果我无，所以我甲拍一下，就是今仔日讲的所有内容啊，就是你一个网址就是当做这个PowerPoint啊，所以就是可以参考。上尾是 O， 头前是 Q， 安尼，即马就是做伙讨论的时间啦，就是咱自头到尾拢无休困嘛，就是要去变错人就家己去，咱讨论一下，发表恁的意见，来看嘛。毋通想讲要问我问题，因为我毋是人口必得，我是人口必得。因为其实我今仔日讲的这物件。甲我的专业其实嘛无啥物关系吼，这毋是我研究的领域吼。我是以一个杂志的文学编辑的角度来分享阮的想法，阮对台语的想象安尼尔吼。所以你嘛使讲你的看法吼，就是欢迎大家提供你的意见甲大家分享安尼，多谢。对啊，大家敢有啥物想法？因为这个题目。我想讲，反正无啥物人要来听，结果也是遮侪人，而且嘛做侪以前啊毋捌看过的朋友，所以反正你有啥物想要分享的，还是你有啥物问题，还是阮讲的拢无同意，拢就是爱写我一套，恁爱黑白乱讲，对吧？好。有人吼。甲阮咧讲迄个吼，定来甲我，伊希望用东西来说服遐个华语人，所以伊坚持要用河洛话，伊捌讲台语吼，较坚持较轻用河洛话吼，希望会当说服遐人吼，即个想法嘛无啥毋对吼，不过伊有一个。伊就认为讲，伊画无真无啥画迄根七字啊，遐文献甲教会落啊，会当起来迄啊，不伊自称大师啊，吼，拢到处去讲台迄人，伊都会甲学台语啊，这一个问题吼，这一个问题就讲，阮恁因无等于华语。可能即摆潘文忠有方法讲潘文文忠嘞，潘文忠啊，因为伊无同伊迄个55趴吼，照案通过，照马英九时代的，所以连报纸人啊写讲伊是潘文忠安尼，吼伊那要坚持华文言文，伊都不毋是，伊都无等于华语，那要坚持话坚持是坚持用。较侪比率的文言文。你是问我吼？迄个我刚刚讲的是我的看法尔吼。
有的人要用中诗去杀台语，就是讲我中诗用台语读加真好听吼。其实我嘛都无甲动，因为我感觉台湾人有时哪就是歹教好管。管一寡人来讲，加减有一寡台语，我嘛袂讲安怎，但是当然伊若是学的来问我讲，哦，台语就是河洛话啊，台语就是中调的歌话啊，我只好来讲毋是啊。我语言学家袂是安怎，所以因之前若是有人要甲安尼拐去学台语，好啦，就去拐啊。但是就是莫人问着专家，因为专家无法度甲你讲白菜话啦。头文中是哪要扫文言文，我毋知，但是其实我无反对人去研究文言文啦。其实你若是知影日本的高中生，伊嘛是爱用日本的汉字读音去读文言文。我若无记毋对，有人甲我讲，因大学考大学的时阵，有一部分就写考，迄是文言文，你也用日本汉字的读音甲调码输出甲读出来，甲写甲标出来。所以日本人伊嘛有就是文言文，但是伊是下伫咧考大学人是安怎？因为文科的人要研究古早文献，需要文言文啊。因为日本古早即个文献是文言文写的啊，甚至东南亚即个古早文献。1000年前的文献是文言文写的啊，所以研究文言文最好啊，但是应该是专家去研究，毋是下伫咧遐幼囡仔的语文教育内底。我安尼讲好啊，就是讲拉丁文有重要无？拉丁文、希腊文伫咧欧美西国的传统内底最重要的，但是这个物件应该是大学研究所的人去研究去。研究了就深了去研究古早的文献，来结合现代的学问，毋是讲好，因为拉丁文甲希腊文最重要，所以咱的小学内底，美国啊、欧洲的小学内底拢爱足深的拉丁文甲希腊文，咱无安尼做啊，先咱无安尼做，因的语言拢会使讲是甲即个古早语言，即两个古早语言相连对断的，是安怎？因无安尼做的吼，就是拉丁文甲希腊文拢是因古早的文书语言。因煞无甲下伫咧囡仔的幼囡仔的语文教育，但是咱煞甲文言文即种学问的工具下来做咱囡仔的语文教育，这是毋对的，因为目的无共。所以研究文言文最好，但是迄毋是一般对囡仔的语文教育应该爱研究的物件，迄是学者应该去研究的物件，学者应该做出来去研究最好。毋过这甲咱的国民教育应该是两件代志。侯孝贤聂隐娘吼，伊先写东辽故事啦。我报纸讲，伊本正要做一个台语版的，可能在背负还是经费问题吼，这是个问题。我即个文言文迄个争议吼，我真正遗憾无看到，即咱的语言学家刘承显安尼讲啊，足可惜吼，谢谢。刚够5听到。差不多拢用咱即马400年前开始的书写系统一套，是安尼来讲。毋过现主是足济，咱教育部内底书典的编辑委员，我足大咖的。伊嘛无要照一套，像我照先贤你安尼看，伊要安怎个说服伊来用一套？我先迄落说明一点，就是你讲400年来的传统吼，我拄则意思毋是讲300-400年来书写传统一直在做。你若是去看300-400当前的文献，一直到100外当前的教会罗马字，甲40-50年后，佫是共款是教会罗马字，你会发现迄个文字系统是一直在演进的。所以我讲的延续，毋是延续一个不变的系统。我讲的延续是一个延续一个甲过去无断层的系统，就是有相容性的。你会当看出咧慢慢改变，慢慢改变，是讲突然间蹦出一个新的讲，我甲过去拢无共款，嘛无相容的吼。所以我的看法内底，待落就是延续这传统，毋是讲由伊无变，是因为伊是共一个系统慢慢变出来吼。好啊，你拄仔讲
有一寡即大委员，伊无要照迄个写法，我无可能去说服伊嘛，就是我感觉安尼就是有一寡代志的讨论吼，讨论到尾啊，拢变做是信用的赞助吼，因为你其实我感觉你记个了，就是讲教育部内底有一寡咧决定书写方式的人，因本身无爱照系统，这证明一件代志，就是因这决定的方式毋是独裁的。敢毋是？就是因是一群人开会相坐了后，看有法度说服其他人接受我的讲法无？若是无法度说服的时阵，就投票啊。吼啊，可能10个人投票，可能6票对4票，好啊6票就赢。所以有4个人不服，对无？4个人不服，可能是心内不服，啊，毋过尾感觉讲啊，有着标准化，咱也是对。但是我人啥物讲，啊，恁咧6个人较济就是毋对，我就是无爱对你，就是有可能，对无？就是可能对这位先生提供这个意见，所以这是好事啊。表示讲教育部伫决定这个代志的时阵，伊并毋是一个人伫顶悬讲，就是安尼，就是安尼吼。我是蒋经国，还是我是蒋介石吼？真诶，好，决定好啊，拢莫吵，毋是是。因为了有人伫遐烧完家，伫遐烧坐，这了这袂过投票，投票了一定有人不互正常。啊，咱无可能去说服遐个投票投输的人，讲恁着爱接受。咱干那当讲好啦，啊上无即摆有一个决定啊，啊咱下骹遮个人上无有一个固定的物件当去对，毋要搁伫遐吵来吵去，是讲2、3套伫遐相坐啊，结果我学一个物件学2、3款无共的用法，无必要。我即摆学一个方法就好啊。遐大陆女我要接受，真正无法度啊。我感觉这是好现象，这是好现象啊，就是表示因的决定毋是独裁的，毋是1、2个人讲了准算，才会有人不服啦。一定是一个团体讨论小姐投票。啊，我个人是。袂使讲我搁批评啊，批评啊！你投票输啊，就是遮倒的来啊！你袂使讲伫去输底啊，批评一套啊。这种人，这种人死过拢是啊，敢毋是？这种死过拢是讲，若是台湾安尼，就我讲嘛安尼，我感觉人吼，真正就是，人就是安尼啊，正常啊，真正无法度。我们遮吼，对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吼。第一点，头拄仔你讲到这个字的本身吼，不同的无共款的学者咧有无共款的意见，这是正常的啦。我感觉这是正常的。计较对共款，你不管什么人拢有共款无共款的意见吼。这个书典的部，你若去用，你就知影讲吼，标准的语典里面吼，啊，搁另外下骹边有一个义用字，搁一个字。别人安怎用，我来当做参考安尼啦。伊个可能咧投票时阵吼，可能是做票数较少吼，所以有不同的字，共款你下骹边有啦即款字，你要用书典，你就知影迄个无像的啦。所以你会当接受讲，下骹边即款的方式，即款的字嘛是会用是安尼啦。啊，无一定讲顶面即个会当全安尼，就讲对伊尊一个讲，我干那尊重即个啦，其他的就袂使。第一点吼，啊第二点吼，语言本身是大家要流通，要大家沟通要用的物件，这是一个你用我用，大家用，大家这个时阵应该是讲吼，当伫教育部来建立这个标准安尼啊，所以时间真少咧，无经过这个历史的这个磨练吼，所以。这个部分才有争论安尼啦吼，我感觉是这个问题，时间久就慢慢的就无问题。这个中文共款，伊真侪历史中介侪争论的物件，那真侪啦吼。所以咱是台语这个部分，这个即群它的设定安尼，所以争论的部分那较真侪啦。但是呢，这个语言本身是你用我用，大家用到尾啊了吼，大家讲拢会使。话语嘛是你语我会知，这语我嘛会使安尼。好，或者是讲吼，这个字用到尾了吼，大家拢感觉讲对一个字较好，啊，拢通常拢用这个字，其他因自然的，咱空语字典共款呢，较侪字画到尾啊，全死字无咧用安尼啊，共款意思啊。
所以即个部分我感觉，只要你去用，主要你去用，一定去用，安尼是重点啦。你讲要争论这啥哦，这是无啥物意思啦。我感觉是安尼啦，所以咱们搁安尼来。我真赞成周卫生真个讲法啦，但是讲。确实啦，教育部会较拢有应用字啦，但是阮11咧编辑的时阵，阮拢是采取顶悬迄字啦吼，因为阮的原则真简单，就是要书写标准化嘛吼。啊，但是拄则就先第二点有补充嘛，讲就讲，即摆安尼规定无代表袂变啊，就是像我拄则有强调讲，过去300-400年的书写历史，你若等于看文献，你会发现书写系统是一直咧修改，一直咧演进。到回罗马字嘛，修改几啊摆啊，才变做即摆即个用即个款式对无？所以未来教育部规定的即个罗马字甲汉字敢会变，嘛一定是会变的嘛，因为就亲像这位先生讲的，就是讲文字系统是人咧使用的嘛，所以伫使用中间，若是多数人无赞成的时阵，慢慢会就搁强搁变，搁强搁变。所以伫即摆即个时间点，咱因为要追求讲，大家拢尽量书写伫较里面推广。咱就对迄个标准化来讲，但是咱并无排斥讲未来即个书写系统，如果有啥物调整，阁有啥物演变，因为这是正常，这是尤其是一个还未规个规范化发展成熟，就是过去拢无人规范的这语言，这种变化是真正常的吼。咱看华语就像是讲，华语你若是去看早期的白话小说，早期的白话小说伊的汉字用法甲即摆嘛无共啊，对无？就是讲。100年前，Shakespeare 写的英语的剧本，甲即摆英语写法嘛是无共啊，就是伊是一个慢慢固定落来演变的过程。所以，台语未来的书写方式，若是伊推广了，搁较出去了演变无，我相信是会啦，吼，这嘛是正常。好，我生出啊，我迄落迄主持人讲，我新的无看过人，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就介来遮吼。我是多谢老博士拄仔讲的遐个，我无一个知识啦吼。我按今年的4月，我才开始学写台语。啊，我是感觉成果袂歹，我因老师咧学啦吼。我的感想是，我4月到即嘛才几月，即嘛10月半冬吼，我有投一篇过去教育部的迄个拢统过啦吼，又甲我采用哦。所以我是要讲的是讲，当然台湾我是真好讲嘛吼，啊写是一回事，但是我一半冬来，我的感觉是，若有人教，就是伊若本来就有咧讲的吼，应该是会足快的啦。若要写，因为今仔日佫会讲主要从写的部分嘛吼。譬如我是有一个感觉吼，目前伫台湾要互更较重要代志是互较侪人会晓讲。像我来晓讲要写，我感觉就相对来讲就较无遐困难哦。所以我即马是要请教一个问题啦。像我即款的人，即款的经验吼，啊我若讲要伫做一寡工课，互较侪人会晓讲台湾话，你有啥物建议无？像我即款人会当用啥物方式来互较侪人会使讲？啊写是后一部分啦，后写我是感觉讲。先讲即个部分先处理吼，写可能较是，因为这恁学术的这个较专门嘛，这但是较深一层。我是讲较浅的部分是要安怎处理，像我即款人会当做一寡啥物工课。这部分其实咱听大家意见，因为普书就是普一普尔，其他拢普唔起。我的意见是安尼啦吼，要互更较侪人去学台语，去学讲学听，真简单啦，就是。你爱互台语变做一件，尤其是少年人就感觉足拍足事件代志。比如讲，在场若是有人对30-40当前，还是甚至20当前，还是10外当前的韩国语有印象就好。即马规个老师规拢看会到，日语补习班甲韩语补习班挂做伙呢。10当前，敢有人要学韩国语？因为你感觉韩国语松松啊，无啥人讲啊，我要学韩国语，我要学日语，我要学韩国语，我要学英语，我无要学韩国语。像那伫咧10外冬来韩国语，即马少年人，然后我饲袂，佮愿意开钱去补习。像那现象规安咧变悬，就是因为因感觉哇，
韩国语就是讲啊名词连做伙，好听的歌连做伙，缘投的名词哦，水的名词，拢讲韩国话，拢讲韩国话，电视广告嘛咧讲韩国话，所以咱若要推广台语，要做一群，甲即摆来讲台语都无啥啦，低落啦、粗俗啦、无水准啦，要做一个像韩国安尼变过有可能无？有可能啊，可能五六档、10档就做会到，但是韩国人安怎做，咱会使照因方式做看卖。啊，但是你若知影韩国人会当安尼做，原因是因为因后壁是政府甲财团咧支持咯，吼，因迄是规个国家的一种文化的计划咯，吼。因为这物件拢做开钱嘛，比如讲好，我要学台语就变做拍，哦，我就写一条最好听的歌，写足水的台语词，抛去你 YouTube， 敢会因为安尼就有1万人、2万人的台点，还是足罕来对无？会点拢是有原因的啦，吼，会点。尤其是会来点的原因，足侪就是有拍。有个人甚至是透过用台语表现足粗俗、足无水准来去引足侪人的眼光，迄都毋是咱要爱的目的啦。咱要爱的是塑造一个形象是，哦，足有水准、足拍。啊，迄个物件若毋是透过着别个营销甲包装，后壁有经济资源的支持，我感觉是真困难做。所以，这其实我搁讲一摆就是，人讲啊，就是讲方言就是。无军队的语言嘛，我感觉即个时代，你要做语言的发展运动，但是拄着一个足大困难，就是即个时代媒体甲教育伤过普及嘛。像我拄仔讲的，伫咧1949年的时阵，就讲有80%的人毋捌字。迄个时阵，你若讲我硬要使汉字拉丁化会成功无？就可能会成功啦。但是你即摆讲，即摆中国人已经差不多80-90%拢捌字。你讲，咱即摆拢莫写汉字、写拉丁字，就无人要参与了。大家拢已经惯势写落去啦。因为大家拢透过国民教育，拢共一个模仔做出来。媒体顶悬拢共一套文字系统，共一套话语在讲。共款啊，台语的情形嘛是安尼啊。大家即摆在对抗的，毋是古早迄种印刷无利便，媒体看电视看无啥会着的时代。我透过简单的4过去宣传啊、演讲，有足侪人就靠我咧。即摆你去外口演讲，人可能无啥要插你，因为我等于看电视去戏院看电影较好笑的啊。你讲啊，我像路边我拍一头我就袂记。啊，不过以前迄时代无电视无电影，路边讲一人较笑话，大家就活来，对无？所以即个时代咱要对抗的是规个媒体、规个教育机器的迄个体系。咱后壁无可能讲啊，我无爱插政府，我无需要资源，我家己拼啦，戆人这甲底就会赢。迄是古早的时代，即摆即个时代，即种战争方式真正无啥可能会成功。所以，我讲到尾来就是，我永远是感觉讲，要安怎做，咱知影，但是要安怎说服咱的政府看到讲有即个必要性，将资源投入即个当中，我感觉迄才是成功的关键。因为韩国语嘛，遮全世界1.3%人咧讲啊，即摆全世界拢遮尔啊流行，迄绝对毋是一寡个人的迄种。做法做事，绝对后壁是规个资源讲出来。啊，咱若是对台语有即种心的时阵，咱应该想办法，甲咱交的税金尽量扣来投入去遐，毋是讲啊政府就是莫插伊，政府无路用啦，啊无路用，你交遐济税金，互伊要贷，你税金拢交起，当然是也紧家己资源扣来做，你感觉有意义的代志啊，吼啊。透过政府的资源，甲正确的行销、甲推广的方式，才有可能更加侪人愿意讲台语。一定爱是某个少年人感觉讲台语是一件足拍的代志，足酷的代志，你才有可能想要学、想要讲。除了迄个吼，我感觉吼。教迄个台语老师的心态，爱注意吼。以前吼，我学台语有真侪迄个互我挫折的感觉吼，就是因真会晓讲嘛吼，啊毋过吼，伊毋知影正确的迄个教育的方法，吼啊，敢若伊做会晓讲，啊做晓摆，啊做会晓笑啦。啊，笑到吼，迄个少年人都无，第二天就走去啊，唔歹啊，这是上重要的吼。啊，除了你讲的迄个教育道理吼，就是政府吼，啊，咱爱吼鼓励咱的迄个立法委员，甲受迄个林场组，
赞嘞！伊甲迄个赖神讲话用台语呢，吼，足歹对无？吼，安尼啦，吼，这是我的一点仔意见吼。好，谢谢。大家好，我第一届来吼，今日讲其实对我来讲较深啦，因为我家己是爱讲台语，我感觉大大这先生你讲的，我真赞成，就是讲吼，可能爱互大家先讲台语，因为吼，你若是不晓讲台语吼，要写台语文，我感觉真困难。我即马慢慢啊吼，就是我的面册顶悬吼，尽量写台语，毋过我袂晓台语文，所以我就是写。互感觉讲我是用台语咧写的方式，因为我都无学啊，吼。我感觉吼，拄拄讲的，就讲有3点吼真重要。我先讲我家己名啦，迄落啦吼。我家己做迄级咯，迄级的老师。所以吼，我家己甲阮团员讲话的时阵吼，我就讲台语。有当时爱甲我用台语。有当时袂晓讲，因为阮的演员吼，即摆少年家就是有当伊就是感觉讲吼，敢若讲中文较紧一条。吼，我会甲讲，我会甲讲台语，会甲我回台语。讲的吼，即个排戏排一阵仔时间，伊就慢慢甲你讲台语。无就至少伊看到我，伊就甲我讲台语。我感觉是安尼啦吼。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吼，我会甲阮家己囡仔讲台语，我一个囡仔毋讲台语，就是因为大家学校拢讲中文啊。我讲华语啊，无你讲台语啊，所以。安尼吼，对，就是讲，对，像这种观念我就搞不清楚啊，我就感觉讲，好像讲中文就是中文，先拜感谢。我意思是讲吼，我即摆就慢慢吼，甲阮囡仔讲台语，讲伊嘛含我讲台语，这是一个部分。我感觉有两个部分吼，是上恐怖。比如讲媒体，这媒体吼，其实吼，我感觉会使透过真正爱透过。政府啦，因为咱家己安尼讲，比如讲吼，咱这3、5个安尼学台语讲的，敢若咱才会晓。毋过吼，迄政府啊、媒体是足恐怖的一个，伊安尼讲，伊就是足大的资源嘛，对毋对？你看咱即摆媒体啊，足奇怪哦，有当有一寡纪录片，也是讲采访，对毋对？你看伊明明就讲台语，伊互你采访会甲你讲华语，真济。足济这情况，无就是吼，比如讲迄个明星啊，伊家己啊，伊就感觉讲，伊爱讲迄个华语，伊无爱讲台语，所以我感觉即个部分就足重要。像我的囡仔吼，伊即马韩文讲啊比台语还好，有影？为什么？因为你追韩剧啊，真正有影咧，伊爱阁无去学韩语呢。我讲有够厉害，也是讲咱以后吼，咱的台语片吼，囥较济，对毋对？互囡仔学啊，互囡仔学。阮囡仔真正吼，伊讲韩语呢。我讲哦，安尼那厉害。伊讲无啊，那个电视上有演啊，我们就学啊，一句就学起来。我感觉够厉害。比如讲这一阵子，这阵仔毋是你小可要闹离婚的迄个左右，对毋对？伊家己本身就讲台语讲假，你看伊采访记者会拢讲华语。都足奇怪，就是讲这个媒体吼，这媒体就足奇怪，伊就是伊对台语吼，我感觉有某种的偏见。另外就是像政府迄个部分，为什么吼？因迄个伫迄个投票，我们文言文的时阵吼，文言文的时阵，阮一定爱去抗议，因为你就是文言文伤济啊，你根本就无时间读台语啊！以前阮迄个时阵哪有台语，嘛无台语啊。所以我感觉政府吼，一定要加强就是文言文。即摆讲敢若是最新的状况啦吼，敢若讲是，敢是35%到45%。最新的状况讲敢若是安尼，降低咱尽量讲台语的。拄拄这位大姐讲的吼，伊讲迄个台语老师本身对学台语的囡仔，伊就有一个歧视。我感觉有诶安尼哦，毋是拢总。为什么？因为我以前吼，我有对台语老师咧学，伊毋是正讲讲有啥物，迄个毋像证照迄个，毋是啦吼，无啦吼，伊就是考几个咧学，人若是讲，人已经足不容易讲出来吼，伊就共笑。我感觉伊就无必要啊，你共笑一个人，我毋敢讲啊。嘿啊，这个部分吼。以上报告，感谢。多谢你的分享。我讲一个短短的，就是
比如讲，这个老师就有心，了解演员讲台语嘛吼。我感觉其实你有一个方式，你会当最后你身躯边的朋友甲你罔讲台语，就是你讲是为着伊好啦，为着伊未来莫老退啦，不要老年痴呆症啦。因为这是科学研究，就是讲一个人伫咧伊现实环境内底，若是有2种、3种语言咧交替使用的时候，对人的脑是好的哦，这是真正是好哦吼，亲像食药啊迄款好哦吼。真像吃银杏那样对无？吼，所以你若是有特别你的朋友好对无？你少年朋友好，啊，拢一直讲华语，讲华语敢若一种语言啊，伊个脑就是较无好嘛，对无？你就要比伊讲一寡台语对无？总是比伊讲英语较简单嘛吼。你别讲，你甲我讲话时，一半讲英语，一定伊可能做安尼了后，毋敢甲你讲话对无？啊，毋过你甲我讲话一半讲台语，伊可能较会接受，台语总是较简单嘛对无？啊，毋过你互伊一半讲台语，一半讲华语的效果，就是甲伊一半讲英语，一半讲华语的效果变好，啊上哪无碍对无？对你的脑较好啊，啥人无想要变较巧，对无？我听主讲者有伫讲吼，讲到摕到主管是真重要的吼。尤其咱即摆疫情啊嘛吼，还有公部门啊，我是歹势，我的第一发言迄种怎么讲？就是讲对咱因执行啊，有真侪政府的主管，咱爱应会着安尼吼。啊，搁在座拢是真关心第语文的吼。啊，我有一个主分啦吼，提供互大家，我毋知影。大家若时间会拄好，我嘛是今仔日才知影，甲大家分享。啊，电美术少年，吼，迄是一个座谈会，主讲者有咱的文化部局长伫个，吼，你去写起来。时间是10月，是台北城吼，电话。23960900，23960900，这文化部是指导单位，主办单位是台北北社吼。啊，这个规个活动是转型正义甲文化多元传承开创，是咱台湾文化日的活动。我想这是一个真好，咱会当去了解吼，啊，搁甲咱的想法看法，会当做一寡直接的沟通吼，提供互大家。多谢时间。好，时间差不多啊。安尼，多谢大家今仔日拨时间来遮做伙讨论这个代志了，对大家。拄啊，迄个神师讲要安怎，就是爱常讲台语啊，了后咱若是愈侪人坚持，咱就是即个台语的活力愈好啊，对啊。啊，若是大家拢放弃了，较早再会，对啊。好，时间嘛差不多啊，所以好，感谢大家今仔日来。好，好，后这台语场拢有一个，你拢有一摆啊，欢迎大家后壁搁来参加。安尼多谢大家来听我讨论些。后个月是 Brady。后个月一定爱来。后个月是 Brady 来哦。大家电水较细台啊，豆豆细，拜拜。